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和上海粤剧院联合主办，由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南京东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和黄浦区国有资产总公司联合承办的同唱一台戏，庆祝上海粤剧院建院50周年特别演出。我是节目主持人全云，再次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谢谢大家。大家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大明星也是老百姓，也可以成为大明星。谢谢大家好。那么这么热情的这个热闹的氛围当中呢，大家是不是觉得少了一个谁啊？少了谁啊？对呀，我们这位西米亚索是最会凑热闹的。那么今天他到哪里去了呢？在哪里？真的，哎呦，统统坐在地上像嘛付钞票一样啊！哎呦，真的，哎，千云啊，哎呦，我嘎不进来，哎，因为今朝不得了，你看人山人海，人都来一塌糊涂，真的。后台上海粤剧院、知名粤统统才到了。对啊，今天都来了。像徐伟丽啊、邵志刚啊、方亚芬啊，各种交关了签名。签名？哎啊，签名嘛，我干不进呀。你也要签名啊？人也干不进去。啊，你也要签名？我哪能不要签名？我是戏迷代表呀。哦，那么交关戏迷请我去签。那么后面挤进去了不啦？后头我看干不进嘛，我要把敲开了。摆什么敲开？后来我干不进，我讲乡亲们啊，珍珠奶茶真好喝啊！你那白切哪种我赶进去？这也倒是，这是陈国庆的杀手锏啊，大家都喜欢的。不过说真的，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太隆重了，太有意义了，因为我们上海粤剧院把他们的院庆50周年的第一场就放在了我们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也充分说明了他们要感谢观众，与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戏迷同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这个戏迷和明星，大家心连心，对，你们说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你看，你要代表观众啊，代表我们的戏迷。我知道，我就是戏代表嘛。对，然后要带领他们上台和我们的明星比拼一下。可以，好不好？已经得几十个戏迷已经让我到登记了。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全部是我们粤剧的铁杆戏迷，他们也等了很着急了啊。那首先呢，我们就邀请出我们上海粤剧院的11位优秀的青年演员，为大家联袂带来粤剧流派联唱，掌声欢迎。大花朵。
聚美意心相同嘞，我以为我儿过去尽疏通，女儿读书也应该，只怪我弟弟太固执，终于离乡小聚。
可以说现在是最年轻的一辈青年演员。在我们剧院50周年大庆的日子，要祝上海粤剧院和粤剧事业蒸蒸日上，越走越好。希望红唱一台戏这个栏目越办越好。哦，对了，我们西米亚说是粤剧通啊，给咱们介绍一下。小通，那么谦虚啊。小通，粤剧原来不叫粤剧的，叫什么？叫蝶读班，对，小歌班，叫绍兴文戏。哎，一直到1925年，申报高头提倡了这个叫粤剧。哦，哎呦，你不是一点点懂啊？这个一点点懂了，两个阿姨才晓得。我原来不唱话剧，我唱粤剧的。阿姨，侬看到过伊唱粤剧的？看见伐？看到过呀。看见过了。哎，搿是阿拉没看到过。葛么侬西米亚说侬帮阿拉讲讲，侬是演啥么子噶？讲出来吓侬一跳了。哦。梁山伯祝英台。哎呦，这我们都知道的，肯定是演梁山伯，对不对？不对。葛么是演祝英台的咯？不对。葛么是演啥啦？阿拉不晓得。马文才。切，阿拉老西米才晓得了，搿戏里向马文才没出来的吧？出来过也有呀。葛么啥么子啦？什么戏？牛郎织女治国。哦，牛郎织女。这个有戏了，我知道了，一定是演牛郎男主角。不对。葛么演啥啦？织女。不对。葛么演啥？演只牛。我们也不管那个西比亚说到底演什么了啊。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嘉宾，他是的的确确的主角，也是我们南小生领军人物，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赵志刚。掌声有请。红娘悄悄进。朋友们，我们影派代表作很多的经典的唱段，要听什么？唱哪一段？沙
个王子啊！我听到那个阿姨说啊那个算命是吧？算命，咱们请咱们赵老师下去唱。走下来唱好不好？像歌星一样的，你们小气就要换打碟啊！一起上来。黑眼交成好小姐，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没9岁聪明现在凡事永不忘言，真王日子多欢乐，谁知平平风不起。家国从不分离，子娘忠心许王子，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光阴流水容易过一季，过去又一季。王子长人到17岁，风沙破泥最过里，无意之中女公子。公子的芳名叫一粒。红唱一台戏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样式，和我们的这个观众面对面的去交流，零距离的接触，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我觉得我们下面一位位可爱的阿姨和那个大姐真的很不错，刚才我们在那个镜头上也看到了她们可爱的笑脸，希望你们在接下来有机会的话，继续和我们的明星同场，好不好？好。对，那我想此时此刻呢，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啊，为了粤剧事业倾注了一生血。德高望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那么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82岁高龄的傅全祥老师啊，特意从杭州赶来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和大家见面的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金采枫老师，掌声欢迎两位。掌声。两位老师漂亮吗？金老师。漂亮啊。傅老师你好。你好。傅老师啊，大家看到没有？傅老师最喜欢这个蝴蝶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所以呢，特别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胸针来，掌声送给我们的傅老师。金老师你好。金老师特别喜欢这个手表，掌声送给金老师。不过金老师真的是就像当年一样的漂亮，当年是迷倒了一大片，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对，今天呢非常高兴和两位老艺术家见面啊。那我们今年这个傅老师呢已经82岁高龄了啊。我们的粤剧院呢今天50岁生日，您可以说是看着他一点点成长起来的。那今天看到他过50岁了，生日了，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
特别高兴，在南京路上啊见到广大的观众，我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我们豫剧院，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走了50年。这50年中，大家都看到我们成长，也看到我们坎坷，都是亲爱的观众支持我们，所以才有今天。啊，说得好，坎坷前面是美景啊，老师。对，金老师，侬哪里年进越剧团？我是和傅老师一道进越剧院的，是51年，对吧？对51年。越剧院呢是50年来积累了很多的节目，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演员。我是第一代。第一代。第一代。那么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的是支持，没有广大观众呢，阿拉就不会成事。我在想啊，就是2位老艺术家呢，虽然已经很久没有登上舞台了，但是今天在我们上海越剧院建院50周年的喜庆的日子里，不知道能不能派一位代表为大家现场演唱一下，好不好？金老师，好不好？金老师。对，请金老师代表。哎呀，因为今朝呢，我是没带伴奏带来，没唱的任务。那么，因为满足观众的要求，我呢是好好娃娃呢唱上几句，表表心意。怎么，林姑娘来了吗？真的来了吗？哎呀，老祖宗，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坐在楼头西墙上，今朝平前归客来。哦哟！心怀我一双无眠，此家是这位美丽人儿天下上。外甥女本名是岳天，千里了蓬莱岛，怪不得我家的老祖宗在神仙背后唱夸耀。我妹妹好命苦，驸马啤酒去世早。咱们金老师不减当年，是吗？因为今天是我们上海越剧院建院50周年，我觉得过生日咱们得唱生日的祝福歌。咱们请傅老师给咱们开一个头，咱们戏迷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好，来，起。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祝东唱一代戏，越办越好。那么今天到场的还有很多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大家也不会陌生，谁？我们来自南京越剧院的著名小生演员朱小昭。那你看一听朱小昭他们哦。朱老师作为是我们姐妹剧团、兄弟剧团的代表，今天来到这儿来庆祝我们上海越剧院建院50周年啊。那么跟喜爱你的观众朋友说几句好不好？上海越剧院建院已经50周年了。在50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创建了很多丰功伟绩。我们越剧呢，从盛县走向了大上海，我们越剧进行了大改革。那么越剧10姐妹大多数都在上海越剧院，所以她们是越剧界的大姐大、领头羊，对我们越剧事业做出了不朽的功绩。所以我想，我代表南京市越剧团向上海越剧院表示最忠诚的祝贺。谢谢朱老师。
朱老师今天来到，不光准备了这些祝贺的话，同时呢也精心准备了一段唱段，要献给我们在场的上海观众，咱们掌声欢迎。请出的是优秀的原派传人方亚芬，为大家献上一段《西厢记》当中的琴心。那么今天呢，和方亚芬联袂演唱的还有上海越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陈慧迪。乖娃
还要来一个的吧？亚芬同志呢，在后台跟我说，他说只要你们喜欢，你们拍一只手，他就唱一个，拍2次唱2个，唱上面的拿低的，轻轻留言好吧？好，我来唱，走进观众，对不对？听经流言，来来听，来效应呀随眠，青山山山无语，还有不把有故人情。还有埋在无的大中大嘞，夜花园，我不在脚步，辛劳也见天，脸上先不烫，见一笑。同唱一台戏，越办越好。在几十年来呢，上海越剧院培养了很多像方亚芬这样的优秀的戏曲人才。对。如今呢，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上了越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啊。那么他们在国内外的这个大奖赛当中呢，也是多次得到了大奖。侬看像金唱片奖、梅花奖、白玉兰奖啊，对，得奖专业户。基本上凡是奖，伊拉基本上侪得过了。那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把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请上台来为大家演唱，好不好？哎，我听说啊，我们的西米亚索呢，非常喜欢一个小生流派，陆派。侬哪晓得了？我打听过的啊。这个因为、为什么我喜欢陆派呢？啊，为什么呢？因为陆派我妈妈喜欢。哦，你是个孝子，所以我也喜欢。你也喜欢。啊，西米亚索喜欢陆派，不知道观众朋友当中陆派的爱好者有没有？哦，来的还很多。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陆派爱好者呢，要大饱耳福了，因为接下来请上台来的就是一位著名的陆派小生。谁？许杰。你还没叫出来，他们就叫出来许杰。哎，另外呢，喜上加喜啊！除了许杰之外呢，还有一位也是优秀的陆派小生，是新加盟上海越剧院的东方戏剧之星徐彪星。心匆匆红云大花送，那孤灯可是你是当空。一个门房困心神，进得不来落无穷小弟呀，分心万种错见面，神梦里多情一缕真自红。从此是前世伴侣佳人间，后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自知，我马身就靠近府中。我为你头儿看了多少，我为你再手下言做事同。老母愿盼儿不归，童儿面子浮云中。所有光阴非永远。今日等了见娇容，谁知小姐冒风浪，我们将欢喜又落空。我终到三用三情已破落，谁想到他夫人面我把脸
了净土，终让要情意愿小姐留在心里讲我哟。在这里，我代表上海豫剧院的青年演员们，预祝这次院庆圆满成功，也祝贺百姓戏台越办越好。我买第一去了，我喝了，因为啥道理呢？就算他刚刚同唱一台戏，那么戏迷跟明星一道唱，对不啦？阿拉戏迷呢后头等了交关来，一个也没唱过，对不啦？有心急了吧你？这个心急了嘞。告诉你啊，我们刚才明星队说了，我们刚才呢属于是抛砖引玉啊，接下来的精彩呢要留给我们的戏迷朋友了。咱们要请出一位戏迷了，请出一位呢是应该讲到了中国知名的越剧员。哦，戏迷当中有中国著名的越剧演员。我金老师台去唱过。哎呦，那我一定要见识一下。叫出来，你可能出来嘛？真的，阿拉可能出来嘛？就是他吗？小朋友，小朋友名字好听，姓李。叫李青霞，掌声送给他。朋友，我觉得他脸很熟啊，好像参加过一个全国知名栏目的擂台赛啊。什么栏目啊？百姓戏台擂台赛。好吧。那今天穿成这样是演什么呢？打金枝。那这样好不好？我阿姨再请一个漂亮姐姐、明星姐姐来和你一起唱。非常高兴的就是说，演唱一段我们李瑞云老师的《打金枝》是跟那个一个小花里面的很小的小朋友演唱的，而且他演得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粤剧啊，真的是后继有人。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范派小生啊，来请出来，大家就认出来了，掌声欢迎张瑞红，欢迎欢迎，好。你个可以洗的是真的，我才可以这个化妆化好，自家呢真漂亮的。不要这样好不好啊你？这个漂亮啊！不过真的，我们这个张瑞红在这个舞台上的小生扮相很潇洒。那么在这个舞台上面呢，这个我们姑娘的这个是不是也更加的漂亮，还原本来的面目？怎么样？漂亮吧？漂亮啊！今天张瑞红唱什么你知道吧？
哎呦，我觉得还是听听我们观众的好不好？不是，我听我的。听你的，好啊，你我点唱代表戏迷唱一个就是《孔雀东南飞》里向。嗯。娘子，你生得好美呀！娘子，你笑得美首先借这个机会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上海豫剧院支持和关爱。以前呢都是大家进剧场看我们的演出，那么今天百兴戏台同昌仪台戏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接触，我觉得非常的亲切。西米亚松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他马上呢要拜一位艺术家为师了。哎，谁呀？要拜那个傅全香老师为师。为什么要拜那个傅全香老师为师呢？因为傅老师的学生啊都是姓陈的。你看那个陈飞、陈颖、陈实、陈国庆。哎，这个说起来我真的要拜师了嘛。那么我这个名字不对，我3个字，伊拉2个字，陈飞、陈颖啊，陈实，我陈国庆3个字了。那么3个字不好吗？3个字不得讲，我不哈个，我改。哦，改。我改名字，这唱越剧我要精英饱满。好，我改陈静。好了，待会儿要问问那个傅老师收不收男弟子啊，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真的要请出我们2位优秀的傅派弟子来，陈颖和陈实为大家共同献上《梁祝》当中的《我家有个小九妹》，欢迎。
林妹妹，结果情缘方成美。迎匆匆闻名百花送，荆棘树啊，紧紧围，也说是定了真实，是地界诚信满意的神。今天同唱一台戏，体现了我们剧院这次院庆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感恩观众、亲近观众、服务观众。场面上的热烈的那种气氛，确实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只有创作出更多的好戏来报答观众，这对我们剧院的建设和发展更加增强了信心。所以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我们要谢谢观众，我们要永远的服务好观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请出2位也是非常优秀的老旦演员，他们是周燕儿和陶钻仪。要为大家演唱的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段《碧玉簪》当中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就问这个，你们阿拉妈就会去唱。你妈妈也会唱？我妈妈也会唱。你妈妈怎么唱呢？我妈妈说，家山小我的楼，心安楼，哎呀宝贝呀楼。喂，说你阿玲是我的手心楼。说什么东西？那妈妈是啥地方人啦？苏北人啊。我们粤剧一定要用绍兴话唱。一定要绍兴话，不跟你说了，我下去听他们唱。对对不对？我要学哎，回去教我妈妈。好，来，掌声欢迎2位。媳妇度娘，我的心乖宝贝叫他媳妇母啊给用，心肝用哎呀宝贝用，阿里是我的手心用，媳妇娘就是我手背用，手心手背都是用，老太婆啥玩意呀两倍用。快来起舞啊舞，连着媳妇来听舞，阿里从年回龙难为他今朝，对对对对错，侬可以回到西，哎呀回到东。结果的回的是红西湖东三番可里，一直长远主要西湖之中，这种就叫夜市坊我月亮西湖里好进拉路，听众步步来接龙光。高明不能与龙族西湖有子一两方生一眼拉动，我爷爷都没人两
观众、我们的戏迷和我们的明星同唱一台戏，其乐融融的景象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同唱一台戏最受大家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啊。对对对。那么看到此情此景呢，我们接下来有一位著名的粤剧演员，也是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啊。他说也要走下台来和大家同唱一台戏。今天咱们都走下来。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著名的王太花旦单养平为大家演唱孟丽君选段《青少华》，有请。界的演员要上台为大家倾情献唱之外呢，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艺术领域当中的这个著名演员也派出代表来了。谁？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人称滑稽界金嗓子的顾竹君小姐。大家非常喜爱的。唱上面阿唱有这样。哦，她也会唱。今天她说呢，要为大家演唱这个《盘夫索夫》当中的官人好比天上月。别叫，教一委屈，我唱上到谁了？啊，你也会唱？那我们先听席米亚所唱好吧？那照样我记不住。关啊金，你好比天啊上月，为其不必有变心。那月长亮来星夜明啊，月长弯来星夜问。官人杀月千斤担，为其分条50斤。啊！来，哪个意思？大家刚唱错了吧？我搞金嗓，唱错了吧？应该是500斤，一只对50斤啊！啊，侬个胆子太小了吧？500斤嘛，你要看的，要看模子呀。我自己只有90几斤，挑500斤，我吃得着啊。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要勇挑重担。你看，现在我们上海粤剧院要在新世纪里发扬光大、弘扬民族文化，真的这副重担需要我们所有的演员和观众朋友一起来担，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请出货真价实的了啊，500斤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金名滑稽女笑星顾竹君。那么同时呢，和她一起献演的还有我们著名的陆派小生黄慧，有请两位。我呢，今天来学唱粤剧。我今朝呢，都是王维，伊拉介凶的对我，叫伊一声，怕伊马屁。老公啊，也不睬我嘛，叫了嗲一眼。关山。
难真的我是真心，我岂能为他一片心？第一次跟那个真的越剧院的那个同行他们在一起，我刚才去看了那个场子里面，观众好像非常的喜欢越剧，都是越剧迷。我上去，我想考试一样的试试看，看我唱的像不像，就是。我很喜欢越剧，第一本戏看呢，我就看《响铃手》，就是阿拉于雪峰老师唱啊，我会得唱啊，要听不啦？他一番，后头不要再唱啥东西了，要请唱了这个越剧院的著名花旦武义庆为大家演唱。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副院长、著名徐派小生钱慧丽和大家见面，掌声有请。哇！哎，慧丽啊，真漂亮哦。对，那今天钱慧丽是打扮得非常的喜气啊，好像是给这个上海越剧院过生日，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高兴，是不是？当然是。我们50岁了，成长在上海越剧院。我们工作也在上海越剧院，那当然是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观众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没有观众就没有我们。那为了钱慧丽，为了感谢我们观众对于越剧的大力支持呢，他们在这个90月份将会迎来我们上海越剧院的一次盛会，对不对？因为告诉大家介绍一下，从9月6号到10月14号呢，我们上海越剧院为了庆祝院庆50周年呢，会在我们的上海大剧院、还有美琪大戏院、艺海剧场、还有逸夫舞台等等各大剧院上演19出上海越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和新创剧目。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些演出能够获得圆满成功。谢谢。今天钱慧丽在现场为大家送上哪一段呢？我们邀请王志平，我们俩一起为大家唱。对，剧王的搭档。今天2位的颜色搭配的也很好啊。如果按照这个小生和花旦来说的话呢，就是红男绿女，对不对？唱哪一段？唱哪一段？来，志平，为大家献上一段。追鱼选段书馆，小静。
中唱一台戏这样一台，近距离的和观众之间的交流沟通产生的这种互动的形式，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使我们非常的受感动。我们这次院庆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回报我们的老百姓，回报我们的戏迷朋友，而百兴戏台呢，真正做到了为老百姓服务。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跟上了好多娘子军啊，那个，哎呀，一帮了，哎呦不得了。哇，你带来上天拿8天马付钞票啊，上天。谢谢。咱们有个要求，就是要跟咱们钱慧丽老师同台演唱。我也点一个好不好？啊，你也点一个。我做个代表，我点一下好吧？其实不是我点，是有人托我点。这样吧，我还是把他们请上台来吧，好不好？好，两位热心观众啊，来，掌声欢迎。来，掌声送给他们。新郎新，啥子结婚个大？今天呢是他们俩的结婚大喜日子。真的结婚？对他们两个呢，今天呢是在这个浓浓婚纱摄影，就在淮海路附近的那个浓浓婚纱摄影呢，在拍这个照片啊。得知我们今天呢可以举办这个庆祝上海粤剧院的演出啊，急成这样，连婚纱都没有脱掉啊，就赶到现场来了呢。因为我怕如果婚纱脱好了，钱老师就下去了，就不能给我们唱《金玉良缘》了。我祝贺你们2位金玉良缘，金玉良缘，天长地久，好，很好的一首啊。好，谢谢，掌声送给咱们钱慧丽老师。和戏迷朋友一起带给大家《金玉良缘》。林妹妹，今天是中古道金，天上神机，是地界长线。来一个人摄影公司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在我们钱慧丽的带领下，大家唱的多么起劲儿啊！啊，观众还要求了，咱们这样吧，还是观众跟咱们明星一起唱一个，怎么样？好不好？好。天上掉下林妹妹呢，我们在学戏的时候都是作为教材的。我想我们张仁宏啊，我们那个黄慧啊，我们所有的演员都会唱的。我想观众朋友也都会唱的。我们大家来一起鼓起掌来，换着拍子唱起来，好不好？
说在过去的50年当中，不断的扩大着上海粤剧啊在这个观众心目当中的这个影响和地位，可以说名扬海内外。你看咱们今天观众给他多么热情啊！对，在这里呢，我们也真诚的祝愿我们的上海粤剧院百尺竿头更上一层，为上海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观众朋友观看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再见。